繼續進大的消息，來看國民黨彰化縣長的人選繼續來卡關。本地呼聲上懸的是國民黨的立委謝宜鳳，但是伊厝內底的人並不支持，所以嘛影響到國民黨的黨中央的態度。國民黨昨日來宣布，講要派這個謝宜鳳來做副秘書長，外界解讀是要替官位要求伊退選。不過謝宜鳳本人講，伊對這個派令事前完全不知情。爭取要選縣長啊，那些我都已經做過了啊。國民黨立委謝宜鳳講甲真無奈，畢竟人情布局2026彰化縣長選戰，原本呼聲上懸的伊煞無啥順利。黨中央剛剛在7號宣布派伊做黨副秘書長。自己會覺得說有一點在逼你退選嗎？你們是這樣看嗎？你們是這樣看嗎？連反問記者兩派，因為黨中央的派令，卻解釋作是替官會要求謝宜鳳退選。黨主席鄭麗文過去嘛對黨員講過，做黨一個人袂當去選公職，而且謝宜鳳本人對這個派令完全都唔知。我從媒體上面得知這樣子的一個訊息，我沒有要升任，就是說回國擔任副秘書長，而是希望能夠繼續來參選縣長。過一擺強調要選縣長，不過說傳出黨中央有意思要徵調前科技會主委律師桂秉正。他過去有一段時間已經沒有在彰化裡面服務，然後大家不認識他。我一直認為說我不是空降，原因是在於說，其實我一直在為在地的產業努力，如果他可以選，或者讓家願意支持他，都我會願意全力去支持他。黨中央對選戰的態度可能受到謝宜鳳因兜的人影響，因為伊的小弟彰化縣議長謝典林過去就真濟擺講處理人無支持阿姊參選，不過謝宜鳳強調伊的參選無需要處理人穩準。對比民進黨早就殺立委單數決出戰，國民黨彰化縣長人選又閣卡關，即馬要解決的唔那黨內事，恐驚閣有下屆加內事。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